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嗱，我哋都知道啊，生命咧離唔開水，冇水咧人不能生存嘅。但係你哋有冇曾經思考過啊？神係點樣供應食水俾人類嘅咧？嗱，早喺3500年前咧，聖經嘅約伯記咧就已經回答咗呢個問題喎。約伯記5章10節講：他降雨在地面，賜水於田野。神咧係用雨水供應食水俾人類嘅喎嚇。好啦，咁神透過雨水去滋潤大地供應人類嘅需求啊。咁下一個問題就係咧，雨水又從何而來咧？約伯記咧亦都提出咗呢個深奧嘅問題喎。約伯記38章28節講：雨水有父親嗎？露珠是誰生的呢？現代嘅科學咧講俾我哋聽啊，雨水咧係來自一個循環系統嘅。嗱，首先咧，太陽嘅熱力係使到海洋河流嘅水分咧係蒸發，咁水蒸氣咧上升到高空，咁升得越高咧，個溫度越低啊。大氣層嘅溫度咧係低過地面噶嘛嚇，咁喺低溫之下咧，嗰啲水蒸氣咧凝結成為水滴，咁大量嘅水滴積聚埋咧，就形成雲層啦嚇。咁我哋而家望住啲雲咧，我哋知道原來啲神咧係用啲雲咧透過啲雲咧係經供應食水俾我哋嘅。咁當嗰啲水滴累積到一定嘅重量咧，佢哋就會降落為雨水，滋潤地面啦嚇。咁人類咧係直到17世紀科學家先至認識呢個循環系統，我哋而家叫佢做水循環或者水文循環嘅。咁但係喺聖經咧喺幾千年前咧已經咧係將呢個自然現象咧係完整咁描述俾我哋喎。最早嘅書籍咧書卷咧係3500年前寫成嘅約伯記。約伯記咧36章27、28節咁講嘅，佢話因他吸取水點，水點就從雲霧中變成雨，雲彩將雨落下，沛然降於世人。咁呢啲經文咧就展示咗神對自然界嘅掌管，亦揭示咗水循環嘅完整過程蒸發啦、凝結啦、降雨啦。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下次繼續，下次再見，拜拜。